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佳，今天也是来充满狂暴。你看到面前是一个转盘嘛，然后我就在这个转盘里头看到底谁是盲星人呢？来啦，哈哈哈！好的，我的幸运儿是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进游戏去输他名字。如果是不是你真名的话，我输出了可能会不负责，因为是你们打在我评论区的嘛。也是恭喜这个获奖者啦！来进游戏。出去了。